個典故，冇計過得168.5，從而角色直接放新歌，記唔點數向我台分佈，就算如記燈泡，被數字信公佈，抗拒被世俗眼光咪冇問。天生冇身高優勢，唯有靠添加裝單入 pro， 唔同步數都要鬥一鋪，冇資格屈高，唯有同對手進第一步。3米唔緊要，最緊要動籌碼打得高。矮仔多數主角扯翻高路做保鏢，靚女企我隔離，着 high heels 鬆肩真高招。一時酷玩，一時坦白，先係最高招。一有標準，越過山我都做 keep it real。勉強得168.5，卻有一堆獨有天賦，自問膽識直覺堅固，冇計過得168.5，從連讀寫直接放你身高，技能點數向腦袋分佈，就算唔記燈號，係數字信公佈，抗拒被世俗眼光擺佈。